我開始幻想自己係一個日本人，喺一架離開2046嘅火車上面，愛上咗一個遲鈍咗嘅機械人。一個人要離開2046，究竟需要幾耐？冇人知道。有啲人可以輕而易舉咁走咗，但係對某啲人嚟講，係需要好長時間。你要付出好大嘅努力，甚至會遍體鱗傷。重逢你，迎着你那似花氣味，難定下夢醒日期。玻璃窗把你反映，讓眼睛可一再纏綿你。無奈你哪會知我在望着萬千傳奇，願永不分散，祈求路軌當中永沒有終站。盼永不分散，仍然幻想一天我是你終站，你輕以我難道你教世間漂亮和默令夢境漫長，願永不分散，祈求路軌當中永沒有終站。但永不分散，仍然幻想一天我是你終站，你輕以我臂彎。我不斷咁嘗試，但佢始終都冇反應。喺最失望嘅時候，我又諗過放棄，但係好快我又會繼續。多渴望告訴你知，心裏面我那意思，多渴望可得到你的那注視，又再等一個站看你意思，3個站怕你會知，1000個站你卻似仍未曾知。願永不分散，祈求路軌當中永沒有終站。盼永不分散，仍然幻想一天我是你終站，你輕以我臂彎。慢慢，我開始懷疑自己。佢對你冇反應，未必係因為佢遲鈍，亦都有可能佢根本就唔鍾意你。到最後，我終於明白，有啲嘢係唔可以勉強，
而我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放棄。